学哑语能解的就啊，大人的主啊，能解，的就啊，能解就是大人的意思，这过就是过人之处，有过人之处，这是大人。能解的就啊，大人的主啊，没谁。你是好人，苦灭了。哦，这个写重了，这个写重了。那么面对后也忘人的心，也忘人的心，面对后。操行的事和想的事，行的事，托本，一波，没交换，交这是个交。宁波给他们，宁波，他们交换，就是交换。能解的就啊，大人的主啊，那谁就是哭面，这个哭呢就是好的意思。这个哭呢，就是一语这个字good，就是 good。这个古字的意思就是好的意思，就是好的意思，就是好的意思。你是好人，要么面的后也看人的心，也望人的心。操行的事和想的事，托的托，托本，托给我见你，交给他们，交还他们，见你交还他们。这个拨呢，就是见的意思，拨，在苗瑶语中就是这个苗语拨，苗语拨，那拨，这个朝鲜语这个拨就是看见的见，就是看见的见的意思。因为这个韩国人呢，他是楚国移民，他是苗瑶族，他迁到了朝鲜半岛，所以说朝鲜语中是有苗瑶语词汇的。我们假装看不见，我们不知道。有人说这个元朝的时候，襄阳的人有一部分人去了南朝鲜，所以说把湖北的地名都带到那里去了。其实他们是胡说八道。有一个人他是什么人啊？他是汉语，学汉语的，搞不清楚。他说，这个楚国与元朝的消失了，元朝说的就被灭亡了。他是放屁。这个南朝鲜韩国呢，它是楚国的移民。楚国的移民呢，就是说这个在那个2000多年前的时候啊，苗瑶族就迁到了朝鲜半岛，所以这朝鲜语中是有苗瑶语词汇的。这个波，朝鲜语叫波。人间的就啊，没谁哭面，要么面的后朝行的事，
土本也半尾鸟运不宁波。